奕欢答应过我，无论如何会在康熙面前保我一命。你们倘若出尔反尔，想要取我的性命，那么我也不会为你们保守秘密了。师父，小师妹并非没有信守诺言，只是你那日当着索额图和众多侍卫的面揭穿小师妹和大师兄的身份。虽然我们背后把事情圆了过去，可是康熙难免会疑心啊。所以他坚持要杀你，还让我和小师妹监斩，就是为了试探我们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你们的麻烦你们自己解决。师父，六师傅不是说过要誓死效忠平西王吗？王爷对你们还抱有幻想，可是我在明珠谷潜伏这么多年，我太了解你爹和那些秦明余孽，他们对王爷的仇恨不比对清廷少，所以他们不可能真心跟王爷结盟。倘若我不能保全性命，至少要削弱你们明珠谷的势力，让康熙和你们斗个两败俱伤，那我也算是报答王爷了。六师傅，我知道你痛恨我们朱氏，所以要阻碍我们光复大明。你只想保住吴三桂，报他的私恩，但你想过没有？眼下康熙已经下定决心要撤藩，并在暗中加紧筹备。若没有我们这些朱明联盟的支持，吴三桂只怕独立难支，还望六师傅三思。你们不用妄想用这些花言巧语骗我牺牲自己来保全你们，我根本就不会上当。也不要妄想杀人灭口，我倘若死在这个牢中，你们的身份同样会暴露。师父，师父，我们没有想过要杀人灭口。虽然你对我只是利用，还害死了我的弟弟，可我对你就是恨不起来。毕竟咱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啊，师父。六师傅，我好歹叫了你10年的六师傅，我若真要狠下心来杀你，那日在永和宫便动手了，何至于等到索额图他们来，让你有机会拆穿我和奕欢？那你们也只能去找你们的几位师傅去商量。倘若不能让康熙饶我一命，那你们只能去劫法场了。否则，我只能向康熙说破真相，和你们拼个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。师父，义父，康熙对我和奕欢已经起了疑心。明日午时3刻，雪衣居士就要被问斩。康熙要我和奕欢还有倾城都必须赴刑场监斩。太子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由我还有你的几位师傅一起去办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假扮成吴三桂的人去劫法场。不过，康熙肯定防备着有人劫法场，一定会加强守卫。诸位师傅去劫法场的话，太危险了。要在法场上劫一个大活人，自然是太过冒险。不过，我们可以守在半路上，抢先杀了雪衣居士，那就容易多了。义父，你还是要杀了雪衣居士啊？雪衣居士这个人，他为了一己之私，
就仇恨大明，甚至敢为吴三桂这个汉奸去卖命，他死有余辜。让开，让开啊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，都让开，别看了啊！别看了，别看了。这死囚是平西王的死对头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在宫中当嬷嬷，今夏刺杀皇上，嫁祸给平西王，死罪啊！还好皇上福大命大，躲过了一劫。听说皇上今天要亲自监斩呢。居然用了这种特制的铁笼子，难道他们怕我们中途行刺？咱们根本下不了手，怎么办？只能在法场上动手了。走。二公子，皇上，待处决了雪衣居士之后，这平西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微臣待家父，谢皇上恩典。凭什么？谢皇上。怎么了？待会儿行刑的时候，千万别有所动作。此话怎讲？大家发现，今天这下面好多围观的百姓之中，有不少都是宫里的侍卫假扮的，领头的就是索额图索大人。那，看到了吧？戴胡子的乡绅模样的那个，那就是索额图索大人。啊！不好，看来皇上坚持要杀雪衣居士，正是为了引蛇出洞。我该怎么通知师傅他们呢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去刑场旁边去看热闹。胡闹！万一人群中有刺客怎么办？那岂不危险了？回来，在朕的身边待着。哦。皇上，时辰已到，行刑。这时辰到，行刑。慢着！我还有话要说。来人，把他押上来。这。慢！你又要干什么？皇上，有刺客！哎，有刺客！保护皇上！有刺客！大师傅，一欢可以应对，我们不要暴露了身份。哎，住手住手！干嘛呢你们啊？我都不认识了，把他收起。哟，索大人啊，怎么是您呢？石树姑娘，皇上是怕这法场里面有刺客，叫我们悄悄的埋伏着。你说你这么一闹，你看我们都变成刺客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来，还给你，都是自己人。把刀收好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注意警戒啊！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石树姑娘，哎呦，大人啊，您这胡子没粘好啊！哎呦，哎，我这么一闹，爹和师傅们应该趁机下手才是啊，怎么不仅不动手，反而撤了？石树姑娘，你看我这……啊，
胡子给您摘掉了哈。石树姑娘，你这倒是瞧什么呢？没有啊，我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。可疑的人？对。学医居士，你有何话要说？草民要举报潜伏在皇上身边的奸细。好，若你能戴罪立功，朕饶你不死。这2个奸细，一个是深受皇上宠爱的笔墨诗书李义欢，另一个则是他的哥哥李建清、李太医，他们都来自明珠谷，而这个明珠谷乃是前明余孽联盟的基地之一。那你又有何证据说明他兄妹2人来自明珠谷？当然有证据。鳌拜鳌大人说过，他在明珠谷埋伏有眼线，而这个眼线已经回报说过，这个李氏兄妹就是明珠谷的人。你怎么知道鳌拜说过此话？草民和皇后宫中的几个嬷嬷、宫女们关系甚好，是听他们私下里说的。不对啊，六师傅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原来这就是你的证据。那究竟是谁指使你行刺朕的？无人指使。草民只是痛恨吴三桂引狼入室，所以才想刺杀皇上，嫁祸于吴三桂，好引发朝廷与吴三桂之间的内战。但是草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大清建国有30余载，老百姓好不容易过上安生日子，如果再有战乱，那岂不是有无数无辜的百姓死伤？草民后悔了，草民不想死，草民要揭发这2个明珠谷的奸细，来为自己谋条生路。来人，行刑取消，将他押回天牢。你俩把他带下去。索图，鳌拜那些挑拨离间的话是你告诉皇后的吧？原来李氏兄妹是奸细的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，还真是3人成事虎，连朕都险些当真了。皇上恕罪，奴才只是在和皇后聊家常的时候，不小心说漏了几句，没想到皇后身边的人竟然把这些话都给传出去了。索图，朕知道你是皇后的亲叔叔，你要维护皇后乃人之常情，但朕也是人，朕也有七情六欲，朕身边需要这么一个知心斗趣的人。易欢是汉女，自由定了亲，她早晚都要出宫嫁人的，她也威胁不到皇后的地位，你明白吗？皇上，奴才真的是冤枉。奴才这些所为，并非是为了维护皇后啊。奴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担心皇上和大清的安危啊。不过奴才现在知道错了，是奴才多虑了。奴才以后再也不会如此了，请皇上恕罪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这索图，这雪衣居士在刑场之上说的话你也听见了，你觉得可信吗？这，说实话，不要辜负朕对你的信任。这，皇上，奴才觉得雪衣居士所说的话也只是道听途说，并没有真凭实据，所以并不可全信。但要真是让奴才完全不再怀疑李氏兄妹，可奴才这心里的确是不踏实啊。你也倒算是说了一回实话。其实啊，朕的心中和你想的是一样的。若是这雪衣居士真的是在临死前动摇，那他就应该说出所有的真相。可是他在言语之中，分明还是在替吴三桂开脱，只是死咬着李氏兄妹不放。这就说明他和鳌拜一样，都是在打击报复、挑拨离间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朕的心中总隐隐有些不踏实。那皇上，
这雪衣居士是杀还是不杀？您先留着，说不定还有用。这。你现在总应该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吧？六师傅之所以转变态度，是因为吴应奇。吴应奇？樊师妹把六师傅要在临行前出卖我们的消息告诉了吴应奇。吴应奇赶在行刑前夜，命石青红潜入天牢，见了六师傅。将军，你时间有限，我必须长话短说。我此次前来是奉了二公子之命，他让我转告你，万万不可揭发李易欢和朱思炫的真实身份。石将军，请你转告二公子和王爷，并非我雪姨贪生怕死，想要靠出手这二人来换取生计，是因为我雪姨根本就不相信朱明联盟与王爷结盟的诚意，所以想要在临死之前替王爷除掉这两个祸害。居士对王爷的忠心，二公子心里都有数，但是他跟我说，至少在现在，我们必须要维系着跟朱明联盟结盟的关系，不能再继续互相残杀了。这是其一，还有其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朱思炫可是大明王朝最后的一位太子，当年王爷绞杀了永历帝，引得全天下人的仇恨和唾骂。你现在要是再出手了朱思炫，那不是王爷摆明了成了公敌了吗？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起兵反叛之时，那个时候谁还来响应我们？可这……所以明天到了刑场之上，你万万不可揭发他二人的真实身份，反而还要尽可能的帮他们打圆场，为他们开脱。这不仅是二公子的意思，也是王爷的意思。王爷说了，这大好的江山不能姓朱，也不能姓爱新觉罗，应该姓吴。好的，既是王爷的吩咐，雪姨万死不辞。六师傅对吴三桂果然是忠心耿耿，他听了石青红的话，表面上是在出卖我们，实际上却是让康熙更加认定他是在报复我们，故意在挑拨离间。我说呢，我在关心的人中看见樊姐姐匆匆忙忙过来，跟我爹还有师傅们耳语了几句就都走了。你应该早告诉我呀，吓死我了！我差点脚底抹油就溜了。我也是在吴应奇到刑场后，他趁着康熙不备悄悄告诉我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那石青红是怎么潜入天牢的？吴三桂可不是吃素的，他跟鳌拜一样，在朝中苦心经营情报网络这么多年，朝中的文武百官乃至宫中，都有他的眼线，而天牢中就有一个牢头，早就被他收买了。想不到这个吴应奇居然能真心帮咱们。他帮的哪是我们，他帮的是他爹吴三桂。他知道撤藩势在必行了，所以故意拿出点诚意来笼络我们。这下好了，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总算是有希望了。皇上，奴才斗胆问一句：皇上为何还觉得心里这么不踏实？让皇上觉得心里不踏实的地方，也许正是李氏兄妹的可疑之处，也许正是查清真相的突破口啊！首先，他们兄妹二人来历不明，朕曾多次试探，他们兄妹二人都不肯交代。朕想知道的是，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？你们的出身，还有你的那些师傅们，为什么会教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技艺？老小弟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，有江湖的规矩，尤其是我那些师傅们，都是些不愿做官的隐士。师门有师门的规矩，我不能透露。我要讲信义，但同时，我又不想骗你。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，那我们就留在宫里，为你效力；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，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。虽然朕一直安慰易欢，说朕相信他们兄妹二人，但是朕心里一直有一些放心不下。后来去了山西微服私访，他们兄妹二人一身正气，一心救护朕，朕这才打消了疑虑。可是，此次雪衣居士又提到鳌拜所言，说他们兄妹二人是朱明联盟的奸细。
这让朕想起了他们兄妹二人的一个疑点。哦，皇上说的疑点是什么？朕总觉得他们兄妹二人不像是兄妹关系。不像是兄妹关系。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每当朕与奕欢在一起有亲昵之举时，这李太医看朕的眼神都有些奇怪。有些奇怪？怎么样的奇怪？那种感觉很微妙，朕说不上来，但绝对不是一个哥哥的反应，倒像奕欢是他的恋人，他在吃醋。当时他很是气急败坏，似乎还想对朕出手，连剑都拔出来了。虽然后来奕欢解释说，那是因为他的未婚夫和他哥哥是好朋友，他的哥哥又重视门风，担心他做出有违妇道之事，可朕还是觉得很奇怪。会不会，这李太医就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呢？其实，自从上次逍遥阁之事之后，朕的心中也隐隐有此怀疑，只是不敢深想罢了。可若是他们兄妹二人真的不是兄妹关系，他们二人是恋人关系，却以兄妹的关系潜藏在朕的身边，那鳌拜所言就并非挑拨离间。他们二人居心叵测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去查一查他们的来历？此事朕就交给你了，千万不能走了半点风声，明白吗？奴才就先从他们的口音查起。查口音没用，这兄妹二人会口技，南北各地的方言都会。倒是奕欢平时透露出的点滴信息值得查询，比如奕欢在10岁那年，他的家乡曾遭遇大旱，多有乡民饿死，而他哥哥为了劫富济贫，还甚至打劫官银。你把这些年出过官银被劫和地方官遇刺的府县全部都查出来，再看一看哪一个府县在奕欢10岁那年遭遇过大旱。皇上真是圣明。不管你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，一切都不许轻举妄动，更不许惊动他们兄妹二人，一切都要等朕来裁断。奴才明白。皇上，各地府县如果发生了重大的盗窃案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他们会有些隐秘不报，所以朝廷掌握的信息并不全面，还请皇上多些耐心，多给奴才一点时间。建清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跟奕欢到底是不是真的亲兄妹啊？自然是真的兄妹。叔父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哎呀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瞒着我？其实你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隐隐约约觉得你们的关系有点奇怪，我就没往深了想。今天听皇上跟索额图所言，他们也怀疑你们不是真的兄妹，我这才起了疑心。康熙和索额图怀疑我跟奕欢不是真的兄妹？不错，建清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跟我说句实话呀？不错，我跟奕欢的确不是亲生兄妹，我只是义父的养子，奕欢才是义父的亲生女儿。义父从小就为我和奕欢定了亲，我们是未婚的夫妇。啊？你们，嗨，皇上吉祥。平身吧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皇上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妾身要向皇上请罪，
妾身不该把三叔透露给妾身的消息口无遮拦，说之与下人知道。妾身没能约束好下人，致使下人以讹传讹，误伤了皇上的心爱之人。妾身向皇上请罪。罢了，朕知道你也是为了朕好，关心则乱了，但是下不为例。你这坤宁宫应该是六宫的表率，朕不希望它成为后宫谣言的起源。妾身知错，绝不再犯。响鼓不用重锤，朕知道皇后一定会引以为戒的。好了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谢皇上。哎呀，这下惨了，这下惨了！我这条老命啊，就搭在你们手里啦！你们哪里是我的亲人呢？你们分明就是我的索命无常啊！叔父不必担心，眼下康熙对我和奕欢也都只是怀疑，并没有实据。而我们已经拿到了通匣，完成了清查内奸的任务，继续留在紫禁城里，不过是为了打探消息而已。一旦发现情势不对的话，我们会立即撤离，绝对不会连累叔父你的。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事情的发展，你们根本就控制不了。就好像我本来是想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，可现在又不知不觉的被卷了进来。哎，叔父不必担心，为了保证您的安全，同时保住义父他自己的脸面，有你这么一个亲弟弟的事情，他没有告诉我们联盟的其他人。眼下知道这个秘密的，只有我和奕欢，还有倾城一共3个人。哎，你们干嘛来认我这个亲？你们不该来认亲。哎，你们不该来认亲。皇上看起来似乎很疲倦。朕这几日都未曾睡好，有时候明明觉得很疲惫，却是偏偏无法入睡。皇上是太过于操劳，伤了元气，可要太医来瞧瞧？不用了，朕是心里有事，所以觉得很焦躁，找了太医也是无用的。皇上是为了世淑姑娘的事情而烦恼。其实不要说皇后，还有索额图，就是朕的心里也是隐隐觉得不安的。皇后，朕自亲政以来，一直忙于国事，无法陪你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朕对你的宠爱也许不是最多的，但你一直是朕最信任之人，这你可明白？妾身明白，妾身对皇上的信任很是感激。妾身只是恨自己无能，无能替皇上分忧解愁。朕已经派了索额图去调查李氏兄妹的关系了。只要一天不确认他们2人到底是不是亲兄妹的关系，朕这心里就一天不得踏实。只是此事不是一朝一夕能查出结果的，所以朕的心里也很是焦躁。原来皇上是为了这个而烦恼，想要测试李太医跟李奕欢是不是亲兄妹。妾身倒有一计，可以立竿见影。说来听听。不知道皇上是否愿意为李太医做一次媒人？好计啊！皇后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皇上，让妾身为您更衣吧。
上，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，让皇后组织各嫔妃还有格格出来游玩。我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儿去玩？那不行，你得待在朕的身边。为什么呀？奴婢只不过是个笔墨侍书，现在又不是在御书房里办公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玩啊？待会儿有好戏瞧的，你先稍安勿躁。这个亭子里的帘子啊，全都是里边看得到外面，外边看不到里边的。哎，好戏来了！啊，真的有好戏看啊！朱哥哥。哎，这是谁啊？长得这么俊。这人我也没见过，不是皇宫的人。不过能进御花园的人，定是皇上赏识的人。快来快来，看他背着药箱，肯定是太医呀。太医不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吗？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年轻的？太医太医，他说他身子不舒服，你快给他看看嘛。胡说什么呢？朱哥哥，皇上，你让我大哥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给他相亲啊。相亲？对啊，相亲。你哥哥人这么好，朕要那么赏识他，但是他身边连一个暖床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啊，朕就将这宫中的格格、郡主们全都请了过来，想给他当一回月下老人。皇上，那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了吗？怎么？难道你哥哥跟你一样，也是从小就定了亲？朕怎么没有听他提起过呀？那倒没有，奴婢最有家贫，哪有钱给我哥哥定亲啊？那就好。你哥哥乃是罕见的文武全才，前途无量啊，又长得那么一表人才，你看看那些格格们，个个都在偷偷瞧他，看来对他很是动心的。而且这李爱卿看到这么多美女娇娃，不也是如痴如醉的吗？皇上，您可是皇上啊，放着朝廷大事不管，现在怎么反而当起媒人了呀？朕总不能天天只忙着国家大事吧，也得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一做呀。再说了，朕也得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能臣嘛。朕给你找了一个大嫂，让你哥哥当了额驸，那咱们俩可就是亲戚关系，那关系岂不是更近了一步？哦。哦，这李爱卿还真是有眼光啊！这个秦格格乃是正白旗第一大美女。朱哥哥这是怎么了？他平时不是这样的急色之人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李爱卿，朕让你看的佳人都看了吗？回皇上，都已经看完了。那你觉得美吗？公主格格们个个都貌美如花。那朕让你选的人选出来没有？微臣看得匆忙，一时还未能选出来。好，那你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明天你再给朕答复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定不负皇上的信任。退下。微臣告退。怎么？不高兴我给你哥哥做月老？当然没有了，奴婢只是在想，哥哥哪来的艳福啊，居然可以在皇宫里给我找嫂子。奴婢要多谢皇上隆恩啦。欢妹，你笑什么？什么事啊？那么好笑？今天龙小弟让你去相亲，你还真去了？
看了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是不是心花怒放啊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什么时候去相亲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看上哪家的金枝玉叶啦？康熙跟你说的。嗯。今年康熙宣我去御花园，说有一个王妃，不知道自己得了一种传染病，现在一病不起。他担心跟他接触过的公主格格们也被传染，所以让我进行观察，一旦发现马上隔离。但我找了许久，都没有发现什么。那为什么康熙要骗我，说你是去相亲啊？糟了，叔父提醒过我，康熙对你我仍有疑心，甚至怀疑你我的关系。但我没有想到，他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试探你我。你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？我应该没有。还好我中途的时候看了一眼叔父的眼神，他给我递了个眼色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是不是康熙在试探我？所以我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我觉得他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吧。都怪我。估计以前我看到你跟康熙亲热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估计被他瞧出了破绽。以后我们要加倍小心。现在铜匣已经找到了，内奸也铲除了，我特别想带你离开。不过义父说了，我们还要继续留在康熙身边，刺探军情，协助吴三桂起兵。嗯，但是说好了，这次可是你让我跟康熙假意亲近的，到时候你别再说我了。你自己说的，你对康熙已经死心了，我能不相信你吗？嗯。你们看，这只并蒂莲开得多美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花开并蒂，寓意着阴阳和谐，这是吉祥之兆。李太医啊，咱们大清的姑娘，个个性格外向开朗，不那般拘谨。昨日啊，在御花园一见之后，这齐格格、秦格格还有兰公主，都觉得你一表人才，对朕那是争相表露心迹。李太医，你说你看上了哪一个？只要你看上了，朕都将她指配给你。多谢皇上，只是臣乃庶民，又出身卑微，实在是配不上皇家的金枝玉叶。李太医这话说的言不由衷了吧？还是你觉得我们皇家的公主格格都配不上你李太医啊？皇上误会了，不是臣的眼光高，而是臣从小便定下了婚约。是吗？李欢，你昨日跟朕说，你自有家贫，哥哥没有定下婚约。现在你哥哥又说他有婚约在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和奕欢说的都是实情，只是奕欢顾及臣的颜面，没有将事情完全说出来。那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婚约在身呢？臣自小确实定了婚约，臣和臣的未婚妻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只是后来臣醉心于医术，离乡求学，于是事情便发生了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恕臣脸薄，羞于直言。莫不是你的未婚妻悔婚了？正是。虽然臣的未婚妻跟臣并没有明言，但是臣知道，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别的人，所以臣才会伤心之下远走京城。李太医啊，你乃是人中豪杰，你的未婚妻居然会变心，真是有眼无珠。难道这个插足之人比爱卿还要优秀？那人确实很优秀，所以臣才会如此觉得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还想着他做什么？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朕再给你指一门婚事就好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雨。虽然臣的未婚妻已经变了心，但是她在家里却并没有毁约。而那个趁虚而入的男子家里，
早已是妻妾成群，所以臣还在等臣的未婚妻回心转意。没想到李太医还是个用情至深之人。皇上，奕欢以为臣已经将未婚妻忘却，所以才会说臣未有婚约，但他有所不知，臣已将未婚妻刻在心里，今生非她不娶。奕欢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，害得朕还替你哥哥的婚事担心？奴婢刚开始跟皇上想的一样嘛。奴婢想，既然那个女子已经变了心，那哥哥就应该另觅良缘。但没有想到，大哥的心里这么执着。360病，心病最难治。李太医啊，纵然你这医术精湛，但你自己得了心病，你也是莫之奈何呀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方可叹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。手握乾坤，仙风女子在云端。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。天与地，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。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